来讲，台中一个23岁少年人，伊无驾照，煞伫咧今年3月初八驾酒赛车中央顶弄死人，还阁落跑。台中地方法院今仔日就一审宣判关于10档，死者的家属表示讲判遮尔轻是无法度接受。弄死医科大学生的458人，一审予法院依照啉酒赛车造成人死亡累犯判处9年，造成事故逃走致死累犯判处5年，两罪应该执行期10年。这款的结果，予死者的老爸情绪真激动，无法度来接受。台湾酒驾肇事、酒驾致死的刑责实在是太轻了，完全不符合人民的期待。也让酒驾的人有侥幸心态。医科大学生的老爸认为讲，刑度难以呈现公平正义，就来甲律师来建议是毋是上诉，也会对甲车救护这458人的车主来提出民事要求赔偿。这案件是发生伫今年3月初八，458人弄死姓陈的医科大学生了后逃走，了后伊向警方投案。等于讲458人虽然是累犯，不过因为是自首，符合这个减刑的规定。综合承办员请到庭的证述。以及以及本案的这个拘票、职务报告等证据资料，认为被告查获的过程符合刑法第62条减刑规定。定义指出，合议庭认为458人即摆所犯的2罪拢是加重其刑，不过查核过程是符合减刑的规定。因为这款的判决，法界人士是认为也属合理。判处10年，对被害人家属认为是难以抹平的痛，所以本案在2审当中。被告是否会再判处更重刑，可能是双方面攻防的重点。依照酒驾致死，他判到顶了，那我觉得就是要这么做。处罚已经是最后了，后端了，我们希望能够前端做好预防。高淑珍秘书长讲，依据刑法的规定，啉酒赛车致使人死亡，应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刑期。不过也是无法度来弥补家属的伤害。因若对着啉酒赛车的人除了处罚，加强预防，也个避免累犯一再来发生，这拢是爱加强的重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